界各地的莲友我们大陆内地的这些发心的菩萨们，以及我们正国寺的常住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像好几天了，没有跟各位大家结法缘。今天呢，刚好有个空档了，那师父呢时间上允许状况下，所以呢我们呢就给各位来介绍。首先第一章这个是印光祖师所讲的话，印光大师所讲的话，我们已经很清楚了。在之前我一再的说明介绍说，印光大师本身就是大势至菩萨来的哦，他是一个菩萨再来人，法成愿再来广度众生的这么一位伟大的修行人。那种悲心悲愿让我们赞叹，因为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所以他发了大心来重新投胎在这个人间，然后呢，好好的把这个佛陀的生死大法介绍给大家。你说，你看他的这种慈悲，让我们值得学习赞叹学习赞叹。那么印光大师讲这段话很重要，他说：“观心之法，乃教家修观之法。”各位我们观心要观这个心观这个心，或者是观某一个境出现在我们内心当中，排除这些烦恼叫观心。用我们的心是清净的，心是光明的那么用什么东西来把这些妄想赶走？那么这种观心之法，心我们有佛心没有错，我们跟佛的心是一样的，这绝对是正确的。佛陀要开悟的时候佛陀要证道的时候，他就开张名义告诉所有的众生说，心佛众生都是平等的，人人都可以成佛的。所以我们众生心是跟佛一样，但是佛的心是通畅的，我们的心是障碍的，为什么障碍？有贪嗔痴吗？我们的习气很重，所以我们的心是肮脏的。那佛陀的心是干净的。如果要观心跟佛一样，这种方法，这是宗教家有学问的人在教我们修观的方法用你修观，你心就是佛，佛就是心，就直接告诉你。但是呢，我们还没有修到那个程度知道吗？我们的习气很容易被这个环境诱惑我们很容易心就攀岩沾染所以我们的心是不稳定的所以我们障碍重重。如果你说你心就是佛，佛就是心，叫你这样讲，但是你是不是有这个层次呢？你有没有这种境界呢？没有所以这种修法，这是人家宗教家在教导的，以一些宗教家来修，就是教导我们这个观想的方法。但是念佛的人呢？念佛人怎样？不胜合机念佛的人修净土法门，我们是要靠佛，我们知道我们是凡夫众生，我们的程度很低，智慧很浅，所以我们不是修那种修观的方法，那种大根器大智慧的人，可能他有这个程度，但是我们不是这样的材料不是这种对象所以不甚合机，就是不怎么样能够符合我们这种根器的人，不是符合我们这种程度的人。好，念佛的人呢，念佛之人，这种修观的方法呢，就不是很符合我们这种修法的方式，不一样。因为念佛的人是要靠佛，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个罪恶凡夫，靠佛。如果你修观，就是不甚合机就是不怎么样能够符合我们这种根器的人，因为修不起来，那不是浪费生命吗？浪费生命，所以各位浪费时间。所以一定要知道，我们念佛的人跟这个修观观心的法是不符合的，不太符合。
观不能做哦，这句话太重要了。观不能做，你观心，观在心，我很亲近，但是不能做，没有力量，没有作用。为什么没有作用？各位知道吗？他一定要听清楚哦，这句话很重要，太重要了。你观不能拿来回向啊。这个人有业障，我念佛的人念佛，马上就回向给他，他能解除业障，能够跳脱这一种纠缠，马上就迎刃而解。我能够回向，把这个东西变成很有力量，有这个作用，我能够有这个力量，有这个功德。我一念佛就有功德，就可以回向。但是你观心，心没办法回向啊。心没办法回向，各位，你们听清楚没有？你看这个人，我现在我要求福报，你心很清净，没办法，你没有办法给自己说，我要修福就马上得到福报，我要求一路平安就马上得到平安，没办法。但是我一念佛，他就有力量，马上就回向。佛啊，我一念佛好了，我回向我这一路平安，我要有家庭和乐你可以回向，所以才有作用，有作用就有力量。所以你念佛当下，你要解除冤亲债主啦，超度亡灵啦，你念佛可以回向，可以有这个作用。但是你观心不能就有这样一个用途啊，对不对啊？你看我们印光大师这么厉害啊！把这个问题的症结，把它怎么样点出来了？所以你心很干净的，没办法回向。但我们一念佛呢，佛名号的功德力，我们可以帮助自己你要求平安得平安，求富贵得富贵，求长寿得长寿。更重要，你命中佛来救度你，你可以回向，可以达到你的愿望。你看，所以念佛就不一样，观不能做，就不能够发挥它的这种用途。但是嗔就合一了，你如果嗔念，马上就得到利益了。你可以做这么多方面面向，你可以好好的求什么？求平安求长寿，求什么都可以。对不对？你可以有这个作用，所以你嗔念就可以得到利益。以此地施，你如果按照这样子，你详细的、认真的去思考，依照这种情况的解释，你了解明白了，知道持名一法，知道我只要念佛，用心的念佛，认真的念佛，信心的念佛，最为第一这是第一的最殊胜的方法呀，对不对啊？听懂没有啊？所以你看，我们念佛的法门跟这个观心的方法、观心的这种修行方法，完全截然不同。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是什么程度的，我们是什么材料的，我们是什么对象的。你这条道路不是适合你的，你就不要勉强安插在里面。不要这样，你必须要赶紧抓紧时间，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人间里面，各位要接触到生死大法，只有一次的机会啊，这一次的机会，你让他溜走了给他跑掉了一样，你错失了这个因缘，各位。你等到你往生了，是不是能够再投胎转世，重新再来听到这个大法呢？很难呐！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我们要深切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各位对不对啊？所以这一段话，印光大师告诉我们太有作用了，各位。很多人要图一个名字，我要禅净双修。我要密净双修，我要什么？你图这个名字干什么呢？我们修法呀，要一门深入，不要挑三拣四的，然后不要老是好像我要攀缘，我要这个要那个，你要了太多，但是对你的生死毫无关系。我们就好好的念佛，一心的念佛，有一定成就。为
为什么？因为有阿弥陀佛来当你靠山一样。阿弥陀发的愿就是要救度念佛的人，我只要顺他的愿，我一定成就，一定成就。如果我不能成就，佛就不能成佛，佛就不能成佛。今天佛已经成佛了，他一定要兑现他所发的承诺，他发的誓愿，就是要救度念佛的众生。我们顺他的愿，念他的名号，我们就解脱，各位对不对啊？这佛不能欺骗众生嘛，这句话是很重要的。也就是因为佛不会欺骗众生，我们的信心才能建立起来，信心才能建立，是佛给我们信心，佛给我们的信心。佛发愿，我要救度念佛的人，你安心啊！我们对佛讲的话，我们不会怀疑，不会怀疑，各位对不对啊？这样听明白没有？好，今天很感谢将这一段很精彩的内容来告诉大家，我们彼此互相共勉啊，互相共勉，我们好好的念佛，大家去成佛。谢谢大家，阿弥陀佛。